来看食的。佛寺是泰国真重要的观光景点，即嘛有做食业者因模仿帝王庙内底佛塔顶悬的花草来做鸡仔饼。去遐行大游客，唔但食到欢喜，阁透心凉，嘛有真侪人会哪食哪做伙翕相。苏下路啊，听过鸡仔饼题材，看顶头的花纹，真复杂、真庄严、真水。这是泰国的食品业者5月开始发行的新的鸡仔饼黎明之花，生意袂歹。ก็รู้สึกว่ามันแปลกตาดีสวยค่ะ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มันก็แตกต่างจากไอติมทั่วไปที่เราเห็น泰国真侪佛寺甲佛塔拢是有名的观光景点，因为国内外游客拢真爱来参观。泰国的饼品业者就用知名景点帝王庙，又搁叫做黎明寺内面的佛塔装上的花纹做成鸡仔饼，有2种口味，蓝色的是芒花蝶豆加椰子泥做的，另外一种柑仔色的是用在地泰国泥地做的。游客来遮拢会买一支甲佛塔做阵翕相。Beautiful. Really stunning. I don't think I've seen like an ice pop that looks like such an intricate pattern before. So I got like a picture with the background. 业者认为泰国有正丰富的文化遗产，因过真少人会详细来体验观看，怎么甲文化的细节转换成这大家拢会人接触的鸡仔饼，除了互游客食凉，也让互更加侪人发现装上花纹的水。也有一寡游客会摕鸡仔饼甲装上的纹路来相比对，找普通时可能无去注意到的景色。因若即款鸡仔饼的收入会用伫咧寺庙的修理、佛教的教育，也个出家人的医疗费用。公司新闻，但是董编辑。